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，今天是2025年7月3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文章，这是联合早报刊登一篇文章，叫《中国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》，作者叫卢锡光。按联合早报的介绍，这个作者卢锡光是在北京从事法律顾问工作。他这个文章开篇就说，主要是谈分配，总体上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，居民份额下降较多，而企业政府上升较多，这是中国分配制度重大缺陷。这个也就是咱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聊的大头太多，小头太少，而大头钱又浪费掉了，所以造成咱们现在种种现象。也就是说，比如消费你怎么刺激都没用，房子就是卖不出去，大家勒紧裤腰带玩命的存钱，陷入这么一个恶性循环。我们看到文章怎么说的，他说作者认为分配制度不合理，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太低，影响消费力。这个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，主要通过税收、社会保障、转移支付进行。中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，就比如说什么叫间接税？就比如说增值税、消费税，向企业征收，但最终转嫁给消费者。税率对于低收入者更重，对高收入者更轻。你看，实际上它是矛盾的，收入越低的，实际上税负越重。中国当前出现消费不振、内需不足、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，根源在于居民收入太低，收入差距太大，原因在于分配制度不合理，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，社会分配严重不公，会影响居民收入水平、消费能力、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。简而言之，如分不好蛋糕，将来也难以做大蛋糕。在面临贸易战外需下降的当下，改革分配制度，提高居民收入，拉动消费也是紧迫任务。中国分配体制的弊端可概括为几点：一是收入分配过分向政府企业倾斜，居民分配份额偏低。他说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初次分配，收入企业占26.6%，政府占11.2%，住户占62.2%。从各部门占比看，住户也就是这个居民占比偏低。怎么偏低呢？美国住户占比超过80%，那咱们这个62%，那反过来就是政府和企业占比偏高。从纵向看，它是中国住户占比从2000年的64.9%降到2022年的62%，也就是说，咱们20年来居民的占比居然还是下降的，也就是大头拿的越来越多。这个恐怕也能解释大家为什么总感觉越来越累啊。而企业占比从2000年的22.3%上升到2022年的26.6%，但是政府占比从2000年的12.8%略下降到2022年的11.2%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再分配后，2022年住户占比从初次分配的62.2%下降到60.8%，企业占比从26.6%下降到22.6%，而政府占比从11.2%上升到16.6%。再分配呢，明显向政府倾斜，住户和企业占比下降。也就是说，初次分配居民就少了，企业多；再分配那居民还是少，政府多了，向政府倾斜。就是这20年来的变化。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看，2022年约43%，明显过低。其他国家这方面一般超过60%，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。咱们这个43%，一般的都是60%。从2001年至2023年 ，GDP 年均增长8.3%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.4%，而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.7%，财政收入增速大大超过 GDP 和居民收入。在政府、企业、居民之间，总体上收入分配向政府、企业倾斜，居民份额太低，下降较多，而企业、政府份额上升较多。这是中国分配制度重大缺陷，是居民收入低、
收入差距大的宏观原因。所以咱们天天说来说去，咱们老说问题在分配上面，尤其是现在这个蛋糕很难做大，国际环境影响、地缘政治、美国的贸易战、这个关税等等，想把蛋糕做大不容易，那这个分配矛盾就更加突出。这个文章说，第二，权力不平等造成收入差距，在资源配置、财富分配中，政府权力起主导作用，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，收入分配向公务员、国企管理层和职工倾斜。例如，国企职工工资是私企职工工资的2倍，公务员退休工资是企业职工的2倍。在劳动者与资本之间，总体上劳动力供过于求，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偏低，而且劳动者作为个体缺乏组织的保护，在与企业博弈中居于弱势，缺乏工资增长集体协商的机制，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。但是作为劳动者也有福音，劳动者缺乏组织保护，但是现在这个现象有所改观，因为咱们劳动者的组织保护组织是欧盟。大家还记得前不久很多国内的企业纷纷不准员工加班，到点就得下班，大家还以为这些企业是良心发现，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后面欧盟在撑腰。在城乡之间存在城乡2元体制，农村劳动力也就是农民工未能享受城市市民的平等报酬福利，农民工的报酬福利偏低，平均工资约为城镇职工的60%。2024年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约2.34倍，在大国中除了印度3倍，中国是城乡收入比最高的，一般国家低于2倍，发达国家低于1.5倍。城乡差别是中国收入差距太大的重要原因，犹如机会、收入不平等、居民之间的财产不平等等严重。据估算，中国前10%的家庭拥有约50%财产，高收入人群更多依靠财产获得收入，低收入人群财产收入较少，财产收入的增长超过劳动报酬的增长，财产的不平等加剧收入的不平等。犹如收入身份的不平等，不同收入人群的教育机会不同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造成并加剧收入的不平等，也就是恶性循环。政府官员权力太大，享有广泛干预市场、配置资源的权利，又缺乏有效监督，造成严重腐败。这就是县城婆罗门这个阶层的迅速崛起。也就是很多人说现在经济不好，但是县城里为什么感觉还可以？那是因为县城婆罗门它目前受的影响还不大，寒意还没有吹到县城婆罗门这一个阶层。据估算，腐败收入占 GDP 的10%，官员腐败加重分配不公，收入差距，大头的钱就这么被腐败掉了，把原本分配给居民的钱分配流向了政府或者国企企业，这个钱就被腐败贪污掉了。第3个原因说，再分配未能缩小收入差距，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，主要通过税收、社会保障、转移支付等进行。中国税收以间接税如增值税、消费税为主，向企业征收，但最终转嫁给消费者，税率对于低收入者更重，对高收入者更轻。个人所得税为直接税、累进税，即收入越高税率越高，能更好调节收入，但个人所得税只占所有税收的8%，份额太低，不能有效调节居民收入。企业所得税固定税率25%，超过一定金额企业所得税低于个人所得税，所以很多企业主不领工资，按企业所得税必交个人所得税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企业的所得税它是固定的，是25%，个人所得税是累进制。如果你的收入超过3万一个月，那么3万以上的部分按40%交，如果超过5万，那么就按45%交，超过部分它是累进税率。当然我这说的不一定准了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你说那个恒大的许老板，他月薪多少？他的收入多少？你知道吧？个人收入，他如果要交个人所得税，他就按45%交。恒大每年给他分红几十亿人民币，那几十亿按45%交个人所得税。而且工资我说的他月薪，如果他拿10万、20万一个月，拿100万，那他有45%要交个人所得税。所以你看许老板他的工资他比夏海军少得多。
他的工资就是年薪20万或者是12万，一个月1万，他是通过这个钱留在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只有25%，这很多上市公司啊，董事长、大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他在上市公司拿工资拿得非常低。但是职业经理人不一样，职业经理人是他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把钱留在企业跟他没关系，所以把钱还得发给他最好。所以类似于夏海军这种打工皇帝，所以他年薪8000万。比如说王石，从万科退休以后，他作为名誉董事长，是不是还给他发1000万一年？他这个就要交45%的个税。但如果你是这个企业的董事长，就是实际控制人，那他倾向于一个月拿1万块钱，钱留在企业，经过企业所得税，他只有25%，相当于他少交20%的税，再通过其他的手段，这个钱再出来。总之，他能节税，也就是，你的收入越高，像这些老板，他反而交的税少，反而是牛马打工的，一个月拿2万3万的，你承担的税更高。所以很多中产在大厂上班，说起来跟大厂签的合同，年薪80万，听上去挺多的，实际上7扣8扣的，个人所得税再一扣，拿到手顶多拿50万最多了，发到你卡里面。这文章说，超过一定金额企业所得税低于个人所得税，所以很多企业主不领工资，或者领这个基本的工资，一个月1万，一个月8000，按企业所得交税，必交个人所得税。这样，全国只有几千万职工交个人所得税。另外，财产所得税率20%，低于个人工资所得税，最高45%。目前尚未开征房产税、遗产税，对高收入阶层的财产缺乏调节手段，所以这个负担啊，更多的到了牛马身上，也就是所谓的中产身上。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中产消失的特别快的原因。中产消失的特别快，但是你看看上海那个豪宅，5000万一套、7000万一套的日光，就已经说明问题。社会保障方面，收入更高的国企职工、公务员享有更好的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险等福利，而收入更低的私企员工、农民工享有保障福利更少。城乡之间，社会保障向城市倾斜，城镇居民月养老金约4000元，农村居民月养老金200元。相差20倍，这胡锡进老师退休金2万，差100倍。因此，上述税收制度、社会保障制度未能有效调节收入差距，可能一定程度上加重收入差距。中国基尼系数多年来高位波动，目前大约0.46。这个文章说，分配制度如何改革？第一个是建立完善、包容、共享、平等的制度，收入不平等。根本上是由制度不合理、权力不平造成的，权力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缩小，必须要推进政治体制、经济体制的改革，也就是制度改革，完善民主市场体制。政府权力应受到民众监督制约，特别是政府征税、分配资金资源的权利需受到民众参与监督。不是有个这么一个说法吗？就是分蛋糕的，比如这个有个蛋糕。谁来分？你来分，你来切蛋糕，分蛋糕的最后拿，这样就尽最大可能的减少不平等。这文章说，特别是政府征税、分配资金资源的权利，需受到民众参与监督，推进市场化改革，发挥市场主导作用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，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，通过机会平等、市场竞争、政府适当调节的制度建设，实现相对公平的分配结果。这个实际上很难做到。我举个例子，咱们经济发展的叫3驾马车，其中有一驾马车就是投资。那这个投资是谁主导呢？一定是政府。你只有政府敢投资啊。你比如说私营企业，你也可以贷款投资，你也可以贷款建厂，但是大家不愿意啊。所以政府你看搞铁公鸡，他发债或者他融资，他募集资金。铁公鸡是什么？就是往贵州山里面修高速、修大桥，把城市的道路再破开、再挖开、再翻修，在这个广场上修仿生椰子树，公园里面的树100万一棵，这都是投资啊。那投资第一个一定是通过政府的平台，也就是城投或者城投下面控制的国企，由他们发包，他们作为业主方肯定是政府，所以第一道是国企。
我记得咱们不节目介绍过，山东是有个地方的，把河道里河沙这个叫自然资源，把它卖掉拍卖。第一个必须是国企中标，就这个道理。国企来第一道中标，为什么他就把第一道利润先流入到国企，国企扒一层皮，再发包给下面的民营企业。民营企业一般地方的地头蛇，县城的婆罗门，你没有这个关系，你能拿到这个项目吗？稳赚不赔。所以你看，政府主导的投资，发起的投资。先国企吃一道，国企吃完之后，下面婆罗门吃一道，它这就是一个分配机制。那你说改从哪儿改起？如果你说不让政府主导投资，那你恐怕还得从根上改起，那阻力更大呀，就是无异于是与虎谋皮，动摇了根本。第二个，他说分配结构上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份额，在居民、政府、企业之间提高居民收入的分配份额，适当降低政府、企业的分配份额。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率应逐步接近国际水平，达到60%以上。而中国宏观税负占 GDP 30%以上，还有减税空间。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缴纳比例，目前超过工资额的40%，相比其他国家比例太高。社保的缴费比率跟别的国家比，咱们太高。公务员他们这个社保也不用自己交，国企都是往多里交。为什么国企的员工退休之后，他的工资、退休金会比这个民营企业高一大截？因为人家是往足额里交，因为那个钱是大头出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这个刀刀都砍向996，砍向这些牛马，所以我们的牛马是最脆弱，所以牛马会感觉到压力最大，所以牛马就很容易从这所谓的中场立马返平。第三个说，初次分配注重机会公平，在初次分配中减少不当干预扭曲，通过市场机制机会平等、公平竞争，实现初步公平的分配格局，减少收入向公务员、国企员工垄断行业的倾斜。在劳动者与企业之间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，形成劳动报酬随利润增长合理增长的机制。应及时上调职工最低工资标准，过分压低劳动报酬不一定能提高竞争力，不利于提高消费能力，也不利于鼓励企业提高技术水平。低技术造成低附加值、低利润，陷入低工资陷阱，故低工资是劣势。第四个，在二次分配中注重结果相对公平，调节收入差距，在税收制度中增加直接税占比，减少间接税，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，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累进作用。可以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到35%以下，减少个人与企业所得税的差距，降低企业主、管理者逃避个人所得税的动机，扩大税基，争取个人所得税逐步达到全部税收20%以上，降低最高税率，有利于国际竞争，吸引留住高端人才。改革社会保障福利制度，包括养老、医疗、教育，应向中低收入人群、农村居民倾斜。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农村居民的基础养老金，从每月200元提高到每月500元，所需资金约3000多亿，是财政可以承受的。很多专家都说过，咱们这节目也说过，你就先把农民的养老金你提高到500块，这个可以说极大的提高农民的叫幸福感、获得感。农民你一个月给他发500块，他基本上解决他温饱，他是生活就有了保障。你一个月给他发500块，跑到收割机下抢土豆的，跟着收割机后面捡玉米的就会少很多。最近一到收割的时候，各个地方就会出现种种是吧？农民跑到地里面去捡那些土豆、捡玉米，有的时候就跟农产主或者大户承包的人就发生冲突。它根本原因就是农民收入太低，没有保障，不是别的。农民你说他如果是收入有保障，他一个月有一定的养老金，光能养活自己，那跑去捡土豆的不能说没有，那就少得多。不存在抢也是卷，内卷，大家没有边界感。本来是捡遗撒或者是收割机没办法收割的那些黄豆啊，或者玉米啊，或者土豆，那东西都是本来是应该遗弃的。完了之后还要请人去打扫，要不影响到下一季播种。实际上这个还大户还要花钱请人去把它弄干净。现在不需要请那些农民，他没有收入，那老太太他就捡玉米、土豆回去吃，或者是怎么着的，简直就是过界了。
因为减的人多，那就得抢，一抢吧，最后就变成该减的不该减的他都减，也就是边界感他没有，最后就发生哄抢，这是种种的不好的现象。这归根结底就是农民收入低，所以说你如果把农民的这个基础养老金提高到500一个月，你这种现象就少得多啊。一个农村老太太就那样地里你去捡一天，你卖不了几十块钱，你地里捡的那些东西恐怕还卖不掉，你只能自己吃。这文章第5部分说，他说加快推进城市化，消除城乡2元体制，逐步实现城乡平等。我支持，也就是说尽快的要推进城市化，把很多农村，因为现在本来农村人口在流失，都在空心化，很多村庄都没什么人，趁这个机会赶紧合村并镇，这样能够提高他们的基础服务啊，提高这个服务水平，减少浪费。要不然每年打着这个什么农村里各种各样的旗号补贴，实际上都是浪费，钱不知道补贴哪儿去了，好钢没花在刀刃上。中国目前户籍城市化水平只有48%，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55%，也就是咱们是 GDP 第2大国家，但是我们的户籍城市化水平只有48%，比世界平均还低，更别说那些工业化国家了。与常住人口城市化66%相比，差18个百分点，也就是其他的工业化国家，人家常住这个就是城市人口啊，是占66%，咱们只有48%。城市化的最大障碍就是户籍制度，世界上还保留户籍制度只有3个国家，需加快改革。通过城市化实现城乡平等是中国必由之路。一个城乡分离、农民贫困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现代发达国家。推进城市化的关键是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，解决农民问题，提高农民收入。农民的出路在于市民化，尽快取消农民工取得城市户籍的限制。目前政策上已取消3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限制，下一步应该取消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限制。这个观点我认为非常好。你想一想，说的好听，但是有很多所谓的专家不都是反对这一点吗？你比如说那个所谓的3农专家，他那个政策反城市化，反农民变成市民。农民变市民，首先第一个，你就得给农民一笔财产。你想他一辈子在农村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你把宅基地就得给他。宅基地不是集体的，是这农民个人的。那农民把这个宅基地他自己可以处理，但可以卖，他也可以自己盖房子。他如果卖，他就有了一笔钱，那他进城是不是就有了底气，成为一个市民？但是你看这个政策往往是相反的，他就不容许你有了宅基地不让你卖，但是美其名曰是你把宅基地卖了，你没地方住了，城里那么多房子都卖不掉，是不是啊？这价格都在降，凭什么就不能在城里买套房？你在城里买套房，那你就不用考虑厕所的事，你不用考虑什么快递收不到，快递还得跑好几公里之外的镇上去取，订个外卖也便宜也容易，孩子上学上幼儿园都容易。但是他就打着以保护农民的旗号，就反对农民进城，所以导致农村好多问题解决不了。正因为他这是人为制造的，所以这你大致可以理解，他把农民绑架在这儿，变成一个绑票，年年搞各种各样的名目的什么补贴惠农，但是补贴惠农也没到农民身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？如果这些农民都进了城，你也不用补贴了，你也不用惠农，那这资金怎么来？那大家百万曹公吃什么？婆罗门吃什么？村支书吃什么？所以你看，所有那些反对农民进城的不是好人，他们是为一个阶层在那儿呼吁，既得利益者代言人。但是他这个观点，他的这个理由很冠冕堂皇。如果把宅基地给你了，你把它卖掉了怎么办？卖掉了你就变成一个失地农民，你就流离失所。所以说，为了不让你流离失所，所以不准你卖，这个地就不是你的，集体的。这个就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刊登的文章，卢锡光，中国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。这些观点咱们在平常节目里面也经常说，但是像卢锡光这样比较系统的分析完了之后，他还有数据，咱们只是拍脑门说这种现象，他列出了很多详细的数据，显得是更加有理有据。但是要说解决问题，我觉得他也解决不了。所以咱们观点，如果说目前这个现状要怎么解决，从这个可执行、可落地、可操作这个角度来看，就是当前现状，我们也不能一步说到位，说分配起来越来越合理，这很难。让大头少拿，这也很难。
所以现在可行的办法是什么？那就是反腐败，你不能浪费，你不能腐败，钱搁在大头那儿，你不能把它糟蹋了，你不能让它合理合法的流入到私人的腰包，你真正的能做到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。你把这一点你先落实好，这一点如果落实好了，它可以提高这个保障水平。现在最大的问题，一是分配不公，钱从个人身上，从大家的口袋都流向了大头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流到大头之后，其实流到大头这个也没什么说什么绝对的就是不好。那第二个，因为到了大头之后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、腐败，因为大头是谁的钱不知道，谁有权利就是谁的，所以问题出在这儿。问题不是出在这个说我们韭菜分少了，大头分多了，这个只是表象，根本原因是分给大头之后造成了浪费，这也是造成了腐败。如果你能把这个腐败、把这个浪费给它扼杀住，那也没什么。北欧那些国家，人家搞的高福利不就是这一套吗？也可以，所以他采用了北欧这个国家的政府多收，但是他也没有做到北欧国家这种政府的保障制度完善。北欧国家不就是高福利吗？高税收他做到了，高福利他没做到，这就是悲哀之处。其他的办法都太理想，你动不动要推倒重来，这个也叫与虎谋皮，太难。但是这个分配这个矛盾是越来越突出，大家也能看到，它这个矛盾就是根子是在分配上面，但是表现那是五花八门的。大家仔细想一想，什么协和医学院4+4，什么黄洋，什么内蒙的一个演员，是吧？等等这些现象，本质上分配都是分配失衡导致的，矛盾越来越突出。所以如果不尽早改的，那迟早还是要出问题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